大家好，到咗六合彩嘅時間啦！今日6月25號星期四，由我蔡國威同大家主持第68期嘅六合彩現場攪珠。咁首先睇睇投注總額。今期嘅投注總額總共係有5612萬。由於兩期頭獎係冇人中，同埋上期二獎冇人中，所以有累積多寶獎金1737萬。而投注總額嘅15%，亦即係840萬，將會撥入獎券基金作為社會福利用途。喺攪珠之前，我哋先介紹一下就今晚嘅兩位監場嘉賓，佢哋分別有梁永亨博士 BBS 太平紳士，同埋獎券基金受惠機構之一嘅代表香港撒瑪利亞防止自殺會財政程秀英女士，歡迎晒兩位，一齊了解下受惠機構。香港撒瑪利亞防止自殺會多年嚟係與時並進嘅，持續發展不同類型嘅服務，適時回應社會需要。服務覆蓋線上同埋線下嘅，主要包括24小時情緒支援熱線、自殺危機介入、自殺身故者親友支援、社區講座與培訓、學校支援及 chatroom 網上聊天服務等等。為更加就係廣泛推廣防止自殺，機構亦都為前線同埋專業人士提供專業培訓，同時走進社區，積極推廣生命教育，務求透過多元嘅發展，建立更加全面嘅防止自殺支援網。詳情請瀏覽該會嘅網頁或者係致電23192688。好啦，今期六合彩即將會舉行啦，大家電視機熒光幕嗰度都會見到一部六合彩攪珠機。1至49號嘅彩色號碼球已經由下至上、左至右順序排列好，即刻可以開始第68期嘅六合彩現場攪珠。今晚第一個攪出嚟嘅號碼係28號 ，the first draw number is 28。第二個攪出嚟嘅號碼係12號 ，the second draw number is 12。第三個攪出嚟嘅號碼係20號 ，the third draw number is 20。第四個攪出嚟嘅號碼係30號 ，the fourth draw number is 30。第五個攪出嚟嘅號碼係16號 ，the fifth draw number is 16。第六個攪出嚟嘅號碼係19號 ，the sixth draw number is 19。最後一個攪出嚟嘅特別號碼係29號 and the extra number is 29。好啦，今期六合彩已經順利攪出，等我同大家重複一次，分別係有12號、16號、19號、20號、28號、30號，而特別號碼係29號嘅。如果大家想查詢今期六合彩結果，即頭二三獎嘅派彩獎金，歡迎你致電1835288，又或者可以瀏覽馬會六合彩網頁㗎。咁節目時間到呢度差唔多啦，我哋再一次唔該晒今晚嘅兩位監場嘉賓，佢哋包括係有梁永亨博士 BBS 太平紳士以及程秀英女士，多謝晒兩位。喺度提大家啦，喺節目完咗之後嘅大約15分鐘，咁大家就已經可以開始購買下一期嘅六合彩彩票，喺度預祝大家好運。我哋下一期六合彩再同大家見面啦，拜拜。